完坏事就想溜，刚才那厉害劲儿哪去了？承认厉害就行。你也不错呀，真的。这往后就真是自己人了。一会儿到你庄子上去转转。你看你，腿还打颤呢吧？心思想到挺远。去可以，但是不许耍心眼儿。以后日子还长着呢，别弄得鸡飞狗跳的。你病愈不久，本宫不与你计较。若不是见你扛着那二女，我也不会把你叫来。这下好，可分出高下来了。是那小姑娘惹人疼，还是我这小寡妇惹人爱呀？这个没法比啊，二女还是个小麻子呢。对了，我听说世仁兄又得了个儿子，你怎么样？去，当自己百发百中。我两边倒腾，我还就不信我倒腾不出个儿子来。哼！王子豪啊，王子豪，你小子眼福不浅呐，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挖掘户坟、敲寡妇门吗？这个兰陵还真有主意，拿两只兔子打发谁呢？打发谁呢？夫君，乐什么呢？夫君，乐什么呢？没什么呀。你们俩在那傻乐什么呢？夫君心里畅快，妾身跟着高兴呗。都说夫妻是一体，看来这话是真的。我俩都觉得夫君今天像是遇到了什么高兴的事儿，快说来给我们听听。哎，别瞎猜，哪有什么高兴的事儿？该睡觉了吧？二女，铺床，快去，快点。师傅，我想抽这林青。施主意欲何事啊？夫人的意思是，想问问她什么时候能怀上孩子。这会儿见吧。你夫人起疑心了吧？要想瞒天过海，那就得靠的一副好腰力，关键时刻不掉链子。想得美！你可别怪我贪心。我跟你说，我要紧紧缠你一辈子。这种事儿顺其自然的就行了。真要岁数大了，谁还在乎这对了？这都不在乎了，有没有良心？这不了解你的，还以为你是个顽劣成性的；了解你的，也知道你是个重情义的，也能为了挂心的人提了刀去砍人。哎，打人不打脸，骂人不揭短啊！你这也太小心眼了吧？哎，刀就在那边呢，你要心里不高兴的话，你再砍我几刀。以前不提是因为不在乎，如今你是我郎君，想起这事儿我心里就窝囊。好不容易厮混个假郎君出来，还要拿刀砍我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别提了别提了，都过去了啊，过去了过去了。哦，对了，上林苑的棉花熟了，过几天你就可以去摘些棉桃回来。哦，你要不提我都忘了。还有，整个工部我都问过了，没有人知道纺车的做法。曹尚书也查了所有的文献，你就当做参考吧。要是真能把它捣鼓出来，我也佩服你一次。篆文，还是繁体。看来我真得从训诂学入手啊。这该帮的本宫也都帮了，剩下的你自己想办法吧。如果在冬天之前没有把棉花纺成布，你就输了。行，
你就给我打2只兔子来就行了，那味儿不错。你每天回家就拿2只兔子哄你夫人，笑我呀？我还制服不了你了。二女，去书房喊夫君过来吃饭。哎，老爷来了。老爷早。夫君又1夜没合眼吧？哎呀，是啊，我要赶在公主回来之前把纺车造好啊，免得被她看扁了。这公主真是害人不浅，咱一家3口好不容易去南山度个假，还被她搅和得匆匆忙忙地赶了回来。这回来都3天了，夫君1个晚上都没睡好，她倒好，自己留在南山逍遥快活。你说，这好端端的造什么纺车呀？这丝绸麻布穿在身上不挺好的吗？非得跟一破棉花较劲。其实也不能怨她，是我先逞能的，说要拿棉花织布。哎，现在朝廷都知道了，而且朝廷又把咱们家那块田地变成了棉花实验田，我也是骑虎难下呀。幸好这件事儿是一件造福子孙后代的善举，算了，累就累点吧，就当积德了。那昨晚进展如何啊？一筹莫展啊！曹尚书那个什么文献，造字生僻，残缺不全，我看都看不懂，愁死我了。小侯爷，公主差人送信来了。大清早的送什么信啊？这说的什么？靠，催命啊！他说今天晚上回城，明天一早约咱们去南陵苑采棉花。这怎么说风就是雨的？那还有时间造纺车吗？不管了，先吃饭吧。吃完饭继续研究，能不能造出来，听天由命吧。不成，要等晒干了以后才能脱籽，现在湿乎乎的，不好弄。这棉桃的绒子又白又软，按子豪的说法，纺织成棉布，做成夹袄，里面再塞一些绒子进去，还真是防寒的好材料。哎，李兄，吃。好辣的酒啊！来，李兄尝尝这个，这个叫孜然羊肉，怎么样？子豪这肉腌的讲究啊！来，都尝尝，都尝尝。上次与李兄相谈甚欢，哎，这个真是收益颇丰啊。是啊，上次说了天文地理，这次不如说说历史。那咱们从何说起呢？就说说秦始皇的帝国吧。秦始皇是个英雄。然后呢？完了，他是个英雄啊，这就是我的看法。子豪不觉得他残暴吗？李兄，难道有见过不残暴的帝君吗？有些帝王有残暴之相，但实施的却是仁厚之心；有些有仁厚之相，实施的却是残暴之心。秦始皇吞并6国，统一天下，为我华夏龙族创下了不世基业，在下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！这是大善啊。至于表面的冷酷，我觉得倒不算什么。难道李兄没有听过那句话，叫“没有那金刚手段，就不显那菩萨心肠”？有见地。那子豪认为我朝如何呀？我大唐当然是威震寰宇啊！这个别说现在了，就算再过个1800年呢，那也是余音袅袅。哎，吃，来。今天这话题扯得有些远了，也不知道这棉花何时能晒干啊？估计再过个3、4天吧，差不多。来，尝。那就先放这儿晒着，等晾干以后都送你们家去。
么早就来了？给你送棉花来了。晒干了吗？晒干了，这马车一会儿就到了。辛苦了，那咱们去研究研究驱散的方法啊。这棉花怎么这么多籽儿？累得本宫腰酸背痛。哎呀呀，我不弄。哎。吃啊，继续。夫君，你这是做什么呢？去籽儿啊，让鸡打个下手。吃了，我试验过了。你看，胡闹，不就是去个籽儿吗？这脏了吧唧的，也不怕糟蹋棉花。那怎么办啊？交给妾身吧，2、3天公务就行。你有办法？保证1粒籽儿不留。弄好了。这是方向搞反了。哎，算了，不管了，装的时候反过来装就行了。故意画反的吧？不至于那么坏嘛。等这个弄好了，咱们今年冬天1人1套小棉袄，1人1床大棉被，说暖和的你都要流鼻血，爽死你！说的好听，1人1套，我算着怎么是4套呢？再说你又没用过，怎么知道会暖和的上火？我猜呀，要不然咱们俩先弄一套试试。这但凡什么话从你嘴里说出来，就变了味道。学了这么多旁门左道，就不学怎么做人。算了，不同你计较。这个公主皮带的事儿啊，还得抓紧啊，最好明天就能弄出。这个纺车呢，还得我来监督。哎呀，我都要忙死了。今儿我就先回去，不耽搁你，把纺车先做起来。哦，对了，公布的银两快拨下来了，不能捏你手里，我先替你保管着。公主，这就回去啊？还有事儿就不耽搁了。慢走。夫君，哎，公主如何就走了？哦，她在这太耽误事儿了，我得把她赶走。还跟妾身打哑谜呢？打什么哑谜啊？我都忙成这样了，哪有时间打哑谜？妾身早就知道公主对夫君起了情意，以她的身份是不会进咱家门的，所以也没拿她当敌手。往后啊，夫君莫为这事揪心。哎，过分了啊！我心里只有你个二女，哪容得下什么兰陵啊？夫君早有前科，兰陵虽是寡妇，但也还是个美娇娘，郎情妾意，料也料得到。哎呀，作，你就使劲作，你就知道这个家里边哪儿都少不了你，有恃无恐是吧？这么说可是吓坏妾身了。夫君才是这个家里最重要的人，平日里妾身只不过是想让夫君少操点心罢了，怕累坏了身子。下半年事儿多，你也悠着点儿啊。夫君也要多保重。哦，对了，二女这丫头也长大了，出落得越发水灵，夫君心里也该有她才是。这整天棉花棉花的叫着，今日才发现还真是好看。夫君这办法真好，软软的，套了缎面，直接就能当铺盖用，想着就舒服。就是啊，还是子豪聪明，怎么就弄得这么白皙？你想想，明年可是要收几百亩棉花呢。这往后啊，种的多了，人人都能用得起。子豪可是给我大唐行了大善了。是啊，行善，我就是喜欢行善。王子豪终于从皇家园林里收获了第一批桃锦，但是面对托子，他又犯了难。
弹棉花、纺线。王子豪的棉花大计让家人有了无限遐想。下一集，皇帝李治为了施展宏图抱负，让兰陵公主向王子豪赊账花露水。面对于这种近乎于抢劫还是不能反抗的抢劫行为时，王子豪应该如何面对呢？啥情况？本宫今天想代表内府跟你陈家谈一宗生意。那感情好呀，说来听听。行了，你们俩先聊吧，我出去了。我叫尼克，很多人都称我富二代或是小开，基本上我不喜欢这些称号。我爸妈有钱，关我什么事啊？朋友说我的人生就像中了乐透一样，这点我并不否认，因为我的确跟那些中乐透人没什么不同，唯一不同的是，我是天天中乐透。我叫尼克，我在。我要留下爱的印记。救命啊！